台东鹿野农会推出客家养生美食，以福禄米为主，加入了紫山药等材料，让客家美食色香味俱全。20余道客家美食一字排开，饕客们个个摩拳擦掌，准备大快朵颐。而这些客家美食以台东福禄米为主要的材料，加入枸杞、虾仁、猪肉、香菇，并且以紫山酥、绿茶粉、红龙果汁调色。饕客们看了个个食指大动。鹿野农会推广部表示，这些好吃又好看的客家美食，不仅兼顾营养，和传统重口味的客家菜肴大大不同。佢有啲睇下看得到，有紅色、白色，啊個有咗好多錯嘅色，有錯嘅色，也都用綠茶粉來夾嘅，哦，哎呀，客家人最出名嘅類啊，板中。在家政班成员的巧手烹调之下，这些客家美食看来别具特色。台东市公所将在9月20号举办客家文化节活动，届时也欢迎游客们一起来台东品尝客家美食。民视新闻李玉汉台东报道。新竹县有一户人家采用50年前古早煮法，把仙草熬煮24小时，把仙草的胶质释放出来，喝了以后可以清凉退火。把木块摆好，斧头用力一挥，木块立刻断成2截。再把砍好的木头放进炉灶里。这一大锅的仙草已经熬煮了20个钟头，锅底的相思木不断的吹烧，将仙草的胶质慢慢的释出。像这样历经3代、超过50年的古老煮法，全台少见。这颜色好沉，几好清，好雾啊！一般看见到用那种拿式煮出来的木雾。起锅后就可以喝了吗？答案是不行，因为仙草汁必须回锅再熬煮2个钟头，才算是大功告成。嗰種係回甘嘅，嗰種係比較有味道啊，當好啦。所以喺起頭你一對了當到因食了講，食了一方面自己做咧，全當清涼退火啊，嗰啲咁樣啊，所以食了當安全，連冇加防腐劑嘅東西啊。仙草煮好後，熱熱的時候是燒仙草，冷卻凝固時就變成了仙草凍。如果想加點變化，還可以跟雞肉一起燉煮，變成仙草雞，為3餐加點新的創意。民視新聞何乃強、陳小青新竹報道。膠彩畫法是中國幾千年的古老畫法，不僅立體，色澤還鮮豔動人。客家籍的畫家賴天雲上場膠彩畫。舀1匙岩石粉，再加點膠水，顏色調勻後塗在畫布上，這就是中國幾千年的古老畫法——膠岩畫。伊要怎麼色？雖然佢撒粉，但是佢顆粒狀粉狀，所以佢老佢擦到佢含咧講很多半透明啦，也可以講透明啦，所以佢色彩多樣嘅那個呈現有保存好了。苗栗的3億好山好水，孕育了賴天雲的繪畫天分。佛山產給他一個斷層，所以給他一個甜食看冇功用。什麼都特別吃些，會有嗰種感覺，特別蔬菜老皮磨空，你磨出來唔會感覺吃嘢呢，所以給他們會背後會出來都雕開嘎的出來要有黏性啦。畫畫對賴天雲來說是人生的一大享受。他說，他將藝術的美和所有的朋友一塊兒分享。民視新聞何乃強、陳小青台北報道。